主后2023年7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主结果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9章1节到27节。我减毋是自由的人，我减毋是使徒，我减毋捌见着咱的主耶稣，恁减毋是我为着主工作的成果。对别人来看，我减彩毋是使徒，毋过对恁来看，我确实是，因为恁甲主结连，就是我做使徒的证据。对遐个批评我的人，我安尼辩明：阮减无权通食通啉，阮减无权甲其他的使徒、主的兄弟以及彼得共款。带女信徒做某，做伙旅行。简单，我甲巴拉巴一定着做工，才会当生活。减有人做兵，搁伫食家己；减有人种做葡萄园，无食园内出产的葡萄；减有人饲羊，无啉家己的羊奶。我讲这个，减是根据人的想法。律法减毋是嘛安尼讲。摩西的律法规定，牛得顿5谷的时，毋通家己挂牛栏。上帝关心的减是牛，伊减毋是完全为着咱讲的，当然是因为耕作的人肯望耕作，收割的人肯望收割。因拢是期待得到5谷。阮若有伫恁中间也属灵的种子，对恁得到物质上的供给，减有计分。别人若有权通对恁要求，阮减毋是搁较有，毋过阮拢毋捌用即个权，反倒忍受一切。才免互基督的福音受阻碍。恁一定知，伫圣殿伫工作的人，对圣殿得到食物；伫祭坛伫献祭的人，分祭坛顶的祭物。亲像安尼，主吩咐，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。毋过，我拢毋捌用这个权。我现在写这话，嘛毋是要争取即款的权。我宁可死，嘛无爱互我所夸口的落空。我传福音，并无啥物通夸口。我是奉命伫传，我若无传，有知会。我若甘愿做即个工，就报赏。我若毋是出于甘愿，嘛着执行上帝交代的任务。安尼，我的报赏是甚物？就是我通传福音，互人白白得到。我颠倒无享受到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。我是自由的人，无受人的束缚。毋过为着要得到较侪人来信主，我正做正人的奴隶。对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。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拘束，却做律法下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下的人。对律法外的人，我就做律法外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。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。对信心软弱的人，我正做软弱，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。对倒一款人，我就做迄款人，用逐款方法通加救一寡人。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。
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。恁一定知，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，毋过只有一个得着奖。亲像安尼，为着要得着奖，恁着拍拼走。逐个选手拢有接受严格的训练，因安尼做是要得到会败坏的花冠。毋过咱爱得到的是袂败坏的花冠。安尼，我走毋是无目标得走，拍拳毋是得拍空气。我严格操练家己的身躯，到会当完全控制，才免我将福音传予别人，家己反转受拒绝。为主结果子，伫台湾7、8月是水稻和台仔收割的季节。伫进行收割进前，无论是本地人也是原住民，拢会按照传统习俗，带着敬畏严肃的心去献祭。安尼做，一来是感谢神灵，守护田园的作物生长、供应食物；二来是祈求神灵，互收割过程一切顺利平安。这也显示，无论是耕作的，也是修行的，拢是存着愿望伫工作，希望有努力就通有收获。换一句话讲，无论是野种耕作的，也是收割修行的，拢真心渴望有丰富的收成。保罗伫当当时的社会是属于自由人，你当有选择的自由，包括家己要从事的职业。总是保罗认为耶稣已经呼召伊做使徒，所以伊为着福音的果效，宁愿放弃原有的自由选择权，甘愿成做基督的奴仆。而且为了应应无同的对象，保罗也顺应无同人的生活方式，踮什么款的人中间就做什么款的人，尽力完成主所交托的工作。对圣经的记载，咱看见初代教会的使徒安怎节制家己，为着要互人当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毋管是第二出产的果实，也是文字产生的作品，拢是要互人的生命搁较丰盛。出身客家庄的庄圣母牧师，对1946年就伫泰雅族的部落展开宣教工作，直到1960年，共计14年。伊是西部头一个向泰雅族传福音的传道人。庄圣母牧师自称是上帝府社礼的传道，朴实勤俭，若得到部落信徒和家族的支持，来往部落的货车司机知影伊是要去山地传道，也免费予伊坐便车。伫台湾人普遍对原住民有刻板印象的年代，庄圣母坚信，原住民若会当信主，一定会当改变伊的生命和生活。原本伊通踮平地牧会过安稳的生活，却毅然失去平地教会的牧职，为了专心踮部落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实。庄圣母对泰雅族的宣教发展有真大的贡献，伊传道精神也感动无数青年，愿意献身侍奉主。真侪基督徒常常感觉要传福音真困难，其实只要愿意，传福音并无困难。阮教会
社区关怀据点有一位笑容阿嬷，是拄来教会无偌久的慕道友。伊是伫查某囝持续代祷和邀约下面来教会的福音据点，才短短几个月，透过伊的关系来教会参与活动的长辈就有4位，有厝边隔壁，有旧年的好朋友，甚至还有伫要来教会路中拄到的过路人。伊不过是热情甲人打招呼，对方问讲要去倒位，伊应讲要来去教会，我敢会使缀你去？当然嘛会使啊！奇妙的代志就安尼发生，只要咱乐意参与主的工，上帝就会予咱机会，做伙来成就传福音的大业。默想，我通用什么方式向周围的朋友，也是远方的人分享主的疼，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？我通用什么方式向周围的朋友，也是远方的人分享主的疼，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？咱来祈祷，好调人的上帝，恳求你教示我节制家己，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，甘心做奴仆，也求你帮助我伫每一个选择的当中时，通明白你的心意，顺服你的带领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